music taxi， 下个 taxi。哈哈，丑财糖好过，好下花，冲下小王出发嘞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羅文玉，大家好，我是羅文玉。今日我哋衝下小王，我同大家邀請嘅 TP 咧裏邊，係啲乜嘢呢？一同係 Q 樣歌要彈吉他，會寫歌誒，會唱歌誒。現在很多學生、年輕人的當中，真的都很喜歡聽他的歌。我們要用熱烈的掌聲，好不好？自己來鼓掌歡迎廖文強，廖文強。小心小心，哎呦，先來一個比較激烈的開場。那你今天要教哪一句客家話呢？今天要教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一句話。哇，那真的很簡單哇！國語啊，我們講對不起，其實很常用得到。客語叫做歹勢啦，歹勢嘞，歹勢啦，或者是其實像我們這邊美容會講歹勢，歹勢呢。那你今天是預備哪一首客家歌？今天剛好是準備你同鄉，就是我一個非常尊敬的老前輩。真的？難道是林生祥老師嗎？是林生祥老師。哇，神雄，他是以海南美濃的一個美濃人的一個創作歌手前輩啊。所以你今天這個歌名叫做《媽媽我們來跳舞》，可是阿妹俺們來跳舞。對。那現在呢，還是一樣，我要去路邊抓一位乘客上來。我們特別挑了你的母校，你知道嗎？我知道，跟一個畢不了業的學長一起搭車。討喜氣。對，好，等我回來。好。今日假使唔肯坐上我哋咧創客小王，同我哋講唔可以來味，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現場創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對下茶時間愛學一句客家話，你阿爸嘅茶啤酒完全免費。你下咧我哋出嚟看看來味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咧創客小王。那你認不認識他？廖文強，你好。怎麼了？你幹嘛？小粉絲，真的假的？我平常都沒碰到這麼多粉絲啊。對，來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是以前聽過他的歌哦？對。哇，假的。那你上了車，我們真的會載你去你要去的地方，那個在圓環那邊的成品。那我說衝客小王，那你就說出發嘞。衝客小王，出發嘞！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前往这个你的目的地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近距离听廖文强唱歌。不过他唱歌之前呢，他今天唱的歌很不一样哎，他会唱客家歌。客家歌，对你对客家的印象或者客家音乐，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吗？对客家印象，因为我本人比较爱吃吧，所以都会想到一些什么客家小炒。啊，对，那今天呢，我觉得要特别请这个文强廖文强的创一条客家歌。啊，廖歌啊，很厉害，你闽南的通乡，也念神雄泰国一条歌。你刚认真的听了，你有在认真听他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认真在想那在讲什么。那听懂几成？我听懂廖文强。哦，也是抓到关键字最重要了啦。对，今天他想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他在最难过的时候听到这一首歌，被安慰鼓励，稀里哗啦。听客家歌也会哭成这样子。真的，我们来听一下由廖文强演绎林生祥的这首歌《阿妹俺们来跳舞》，妈妈我们来跳舞。你跳满红葱酒，天頭啲你結送結下，大細去身重下，做條好咪咩生呀，日晚是思念嘿，路線上班看從掛住，自你出沙飛you。整條線面笑鬆笑下，笑安到莫念好無，莫笑好無。阿妹姨娘愛就分條分咯，知道，我哋就做分數頭，表皮薄，阿妹好無，阿妹無，將把愛來念，唔好將愛來當作快痛快鐵來念。阿妹唔好將把愛來念，唔好將愛來當作快痛快鐵。天哪，我聽得好感動哦！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了好多的词都是我们美容在地的用法。阿妹，他的副歌囧棒矮人样，就你不要一直来念，它是道地的用词哎。他就中间其实有一段歌词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翻才对，讲说我就努力的做，然后我也没有像我现在这样没有饿死，然后努力的在唱，努力的做，然后请你不要骂我，因为人家说就是直的树烂根，可是斜的树很难倒。怎么样，妹妹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客家歌，有点惊呆了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了，下车之前学一句客家话，然后这句话非常的实用，那也希望你能够常常用得到，常常跟人家道歉这样。我们今天教的是对不起，海西啦，哇，排泄啦，拍谁啦哈，海西啦，排泄啦，哇，你看着镜头讲，来，排泄啦。那我觉得今天在近距离这样跟文强这样听他唱歌，也唱从来不会有听过的客家歌，真的很难得的经验。他是完全不会讲，他可以把它学起来。今天这个目的地已经到了，谢谢你，希望你过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谢谢好，你，拜拜，路上小心，拜拜，小心头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今天的这任务成功哎，谢谢，我觉得你在听你唱这首歌，我觉得真的唱出那种韵味，很难想象廖文强是听他的这样的音乐而被影响的。冲客小王，任務成功。